其實你嘅內在小孩咧，一直都喺夢入邊咧，想同你講嘢。以下幾個夢境，好多成年人咧都會發㗎，但其實全部都係你內在小孩向你求救。第一，夢到自己返學啦、考試啦，交唔到功課，呢啲夢就係代表緊你仲活喺怕做得唔夠好就會被鬧嘅恐懼入邊，童年嘅壓力咧仍然未走。第二，夢到自己迷路啦，揾唔到屋企啊，呢個係典型嘅安全感缺失，你嘅內在小孩好驚、好孤單，好想有人帶翻去喺一個安全嘅位置。第三，夢到被遺忘，冇人聽你講嘢，冇人理你，象徵緊童年被忽視、被忽略嘅傷口。你嘅內在小孩咧想話翻俾你知，我係好需要被看見。第四，夢到自己變翻細個，或者見到小朋友版嘅自己，呢個係最強內在小孩嘅信號。夢入邊嘅你其實就係想被抱、被保護、被愛。第五，夢到父母責罵你、逼你、唔滿意你，代表緊你仍然帶住要乖要完美嘅枷鎖，潛意識仲喺度重播緊舊有嘅傷口。如果你都發過以上嘅夢境嘅話，不妨喺下邊留言話我知，或者直接 DM 我都可以，等我睇下點樣幫到你。